来，过来好歌咯，过来好人咯，好人帮之一啊，邵大伦啊，对，今仔日报道上大牌来的是邵大伦，这礼拜听伊咧讲话足闹咧对无吼？为什么边个要讲好人帮之一吼？边个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下？讲到邵大伦，我感觉吼，嘛，足骄傲的呢，他真的呢，他在做很多这个公益的这个活动啦，或者是做演球表演啦，他真的是不遗余力哦。莫讲伊即摆有较红淡薄哈，无红的时候都咧做啊哈。以前呢，一打年哦，弄会去这日记哈，去好几天呢。你知道，去好几天做义工的这些人哈，去到那个没有分身份的，不是你想没分呢，都是一直走就对啊哈。伊拢足甘愿啦，足欢喜的，用欢喜心去迎接这个每年哈去做义工的日子哈。底下宾我嘛干嘛够甘心的啦哈。好，我们要好好向邵大伦来学习。当然，邵大伦已经坐在边啊，等一下要跟伊开讲哈，唔知今仔伊会讲啥咧，敢会收到话咧？唔知吼，先来听一首歌啊，等你转来听说了，咱来听邵大伦甲边个我甲你开讲。春夏秋冬，四季一直在震动，歌嘛已经袂讲，目眶一直红。为着一个亲像天顶的星，闪烁的美梦，我知影咱拢爱会晓勇敢。相信时间会来替阮斗相共，去甲的心会当早一日圆满。爱有我振动，阮行困难，因为我有闻到未来的花香。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搁回来甲阮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搁来甲阮相歹。无论是你天边也是海角，我遥远的所在，一个徛在现在，消受永远的人。等待。相信时间会来替阮斗相共，去甲的心会当早一日圆满。爱有我振动，阮行困难，因为我有闻到未来的花香。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搁回来甲阮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搁来甲阮相歹。无论是你天边也是海角，我遥远的所在，一个徛在现在，消受永远的人。等待，对你的思念，虽然已经超载，但是我的心早就抓痛快。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搁。来甲阮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等你搁来甲阮相歹。无论是你天边也是海角，我遥远的所在，一个徛在现在，消受永远的人，为你等待。
今天第四个宾果边啊，这个人呢，哈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慎重的跟大家介绍。可是我也很害怕哈，如果待会他一开口的话哈，宾果介绍黑龙是别介绍，因为听讲伊捌一届哈，介绍这个歌手哈，讲了足足1分半钟都没有换气，然后好好的推荐这个人哈。但是那个人是谁呢？啊，我是不知道啊。我希望有一天他推荐我的歌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好好的利用1分半，不要换气哈。掌声欢迎邵大伦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忠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练。原来大师在你的口中可以这样介绍，从以前的经历叭叭叭叭一直这样介绍过来哈。想让你介绍我都不安呢哈。有啊。我嘛有啊，我就1993年下班开始，到今嘛拢上班啊，对不？每一张专辑咱拢会当好好介绍，对不？其实我觉得呢，对 Bingo 这个上新的专辑《歌买杯》当中吼，真的能够听到一种痛彻心扉之后又浴火重生的感觉啊！真的是哈，我是感觉吼，这顶一张的专辑，皮婆菜对不？你的心中的皮泡菜啊，皮泡菜跟卤味啊，有无？经过了那种心痛的感觉，我被背啊！你再掰嘛，而且还掰得不太好。喂，今天是我主持人，你是来宾呢？奇怪，我就感觉讲，我这首这个其他主持人的访问都袂好参像，甲这个师傅咧讲话共款。哎呀，师傅啊，阿弥陀佛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练的吼。是。我刚 Bingo 伫咧一开始的时候拉赛拉伤久哈，其实我就是要希望唤起大家的耳朵了哈，大概知影讲哦，咱这个大练的为大家开始来电台，伊讲吼，伊拢袂晓讲台语的，但是开始努力的奋斗之后呢，除了会晓讲台语，佮出台语的唱片吼，毋是讲咱啦，咱是足熟的对吧？有真侪你以前咧声音乐这个朋友啊哈，因为你以前还唱过英文歌嘛。对，我以前伫咧迄个 night club 啊，night club， 嘿啊，伫咧就我 pub 内面啊，咧唱西洋的音乐。是啊，好，然后唱华语歌唱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哈，想袂到出的这个唱片竟然是台语的唱片啊！当然里面有华语歌，但是我的意思说，你整张专辑的风格是台语的起调啦，是无对。哦，这个变化有没有很多的朋友给你不同的想法？其实大家拢认为讲，敢若我行这条路才是对的。我应该爱早10年就开始咧发展这条路才对。我对我来讲啦，台语歌真无好唱，但是我个人可能自细汉的时阵，伫咧厝诶所接触到的音乐，或者讲我四周的环境当中，嘛是对于这个台语音乐的，一直以来拢就有这个缘分伫的。只是讲我可能个人伫咧青春期的时阵，大部分的年轻一辈拢是咧听流行的音乐，所以咧对台语歌咧涉猎都无遐尔深嘛。我青春期的时阵，我青春期的时阵，我伫咧听周伟杰下班啊。1993年我国二啊，我就买周伟杰的专辑啊，还有古浩的专辑。哇，没拜，哎呦，这怎么？我觉得网络上最近有人在讲说，当时他最喜欢的2位歌手哈，周伟杰跟我，原来是你登上去的。我恁刚几年出去，迄几年刚好有恁两个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校园常常碰到了。对了，哎呀，后来还有洪明嘛，游鸿明啊，对啊，张宇啊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所以咧，迄个时阵，算讲是华语歌嘛好，台语歌嘛好，就非常黄金的一个年代。只是讲对年轻一代的人，是一直到后来才开始有去接触到这个台语歌曲。